呢隻錶咧就用咗一個叫極地玫瑰嘅粉紅色，而呢一個粉紅色咧喺唔同嘅角度咧，你係會睇到唔同嘅深淺嘅粉紅色嘅效果嘅。我自己覺得咧都幾靚仔嘅，因為最近咧都好似幾興粉紅色呢個顏色，唔單止女士可以 carry 得到，男士咧戴咧亦都非常之好睇嘅。大家好，我係 Another Watch Magazine 嘅 Louis， 今日咧就帶咗一隻 Parmigiani 嘅手錶俾大家睇。呢隻錶咧係 Tonda PF Mini Rattrapant， 但係喺睇呢隻錶嘅同時咧，我就另外借咗3隻錶翻嚟俾大家欣賞一下。呢3隻錶咧，我哋好快咁樣去望一望，介紹一下先。首先要介紹嘅2隻錶咧係 Torrid 嘅 Petite Seconde。咁 Petite Seconde 大家都知道法文嘅意思，即係小秒針咁解啦。呢2隻錶咧係喺2年前推出嘅，咁佢就用咗一個全新嘅 Torrid 嘅錶殼啦，配襯一個好靚嘅 dial， 跟住仲有一個好靚嘅金機芯。咁但係咧呢隻錶咧嘅定價係稍為高少少嘅。2隻錶，一隻係玫瑰金錶殼，而另外一隻咧就用咗個 Platinum 嘅錶殼。咁呢2隻錶咧嘅定價咧，大概都係40萬以上嘅，咁而佢哋嘅手上鏈機芯咧係一個非常之靚仔嘅金機芯，係用咗一啲雕刻花紋喺上高嘅。而第3隻錶想介紹嘅咧就係 Tonda PF GMT Rattrapant。呢隻錶咧喺推出嘅時候咧，相信咧大家都知道係大獲好評㗎。佢咧係用咗一個鋼殼啦，再加一個滾花紋嘅一個 Platinum 嘅錶圈。呢隻錶咧係一個好特別嘅 function 嘅，就係一個 GMT 嘅追針。咁佢喺錶殼嘅左手邊位置咧，喺下低咧有一個按鈕嘅。而呢一個按鈕咧，你每撳一下嘅時候咧，佢支第2支嘅小時針咧就會向前跳一格。咁即係話你可以每按一下就調校一個時區嘅小時顯示嘅。當你有需要睇 GMT 嘅時候，你就可以 show 咗2支小時針啦。但係冇需要嘅時候咧，你就撳翻錶冠個按鈕咧，2支小時針搭埋一齊，你就睇到1個時間啦。咁呢個就係當年嘅 GMT Rattrapant。喺後尾佢哋就根據呢一個 function 再去變咗少少嘢，就變為一個 mini 嘅 Rattrapant。咁就係一個分鐘嘅追針功能，就係我今次想介紹嘅呢一隻 Tonda PF Mini Rattrapant 啦。咁呢隻錶咧都唔係新出㗎啦，之前都推出過另外一個 version 㗎啦。咁今次咧就用咗一個佢哋叫極地玫瑰嘅淡粉紅色啦，咁都幾靚仔嘅。咁但係都講個功能啦。呢個功能咧其實同 GMT Rattrapant 咧都係差不多嘅。佢今次有2個按鈕，第一個按鈕下低嗰個，每一下佢支分針會跳5分鐘一格，而撳上高個按鈕，每撳一下佢支分針就會跳1分鐘一格。即係話你可以校第2支分鐘針，分別5分鐘同1分鐘，去校唔同嘅分鐘距離，然之後你就可以作一個好簡單嘅計時功能。咁當2支分鐘針搭埋翻一齊嘅時候咧，即係話時間到啦，咁你就可以用作一個分鐘嘅計時功能。而如果當你校咗之後，你唔想再計時啦，你就可以撳翻錶冠個按鈕咧，追翻2支分鐘針嘅。咁個 mechanism 咧就有啲似之前嗰隻 GMT Rattrapant 嘅。咁而呢隻咧就落咗個分鐘度，分別就係 GMT 得1個掣嘅啫，而呢個有2個掣，一個係5分鐘，一個就係1分鐘。咁所以咧呢隻 Mini Rattrapant 咧，有啲人講笑咁講就係你可以愛嚟作為一個入錶泊車嘅計時啦，甚至乎你可以愛嚟烚蛋、淥杯麵都得嘅。當然啦，呢個都係一個講笑嚟㗎啦。咁好少人都會真係走去用呢個功能。呢一個係一個技術上嘅突破 ，rather than 係真係一個實際嘅功能啦。我自己覺得。好，講翻呢隻錶少少嘅 spec 啦。佢係用咗一個直徑40毫米嘅 Tonda PF 嘅錶殼，咁就係一個不鏽鋼啦。咁然之後有一條不鏽鋼嘅鏈帶，而且咧佢都係用翻一個 Platinum 嘅滾花錶圈嘅。機芯方面，佢係一個有呢個微型擺陀嘅自動上鏈機芯，咁佢就係有48小時嘅動力儲存嘅。售價呢一隻錶大概係261000蚊港幣，唔知大家對呢隻錶又有啲咩睇法呢？歡迎喺下底留言俾我哋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，記得幫我哋 CLS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